鏡頭轉來到咱國內，台灣文化創意博覽會今仔日起鼓，今年以地靈為源做主題，探討 AI 人工智慧對創作力的影響。這屆展覽的地點是選在咧空總古蹟大樓，也這嘛是修復完成了後頭一屆對外開放。開放的時間到，真濟民眾就行入去展場內面，要看文博會文化冊展。在每一個展區內面，細攏有專人在咧講解，除了用目睭看，也有一寡互動的部分。來細人有一寡是第一遍參加文博會，是第一次參加這樣子，有一些那個藝術的造景啊，還有一些光影，對這個藝文活動很感興趣啊。透過藝術啊，讓我們去感受我們當代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況。七月開始的2026台灣文化創意博覽會文化冊展先開始，對地靈為源做主題出發，討論怎麼 AI 人工智慧，真緊就出100圖，規秒鐘就寫一篇文章，要安怎回歸本質，重新思考創作的源頭，想法的開始，感情的觸動，找到基地。想知道說我們目前這個舊空總以前的那個戰情大樓這邊修復的，就是情形，空軍啊遺跡這樣子，對，所以也是覺得蠻特別的。文博會文化冊展除了作品的本身吸引人，展出的所在也正特別。修理3年外的空軍總部古蹟大樓重新開放，就是文博會。把空總未來視為是一個未來科技跟過去的文化要在這裡能夠交融的一個地方，所以今年的主題是地靈為源。那我們大家就很希望把這個科技的最原始的單位這個 bit 回到大家人性的本初。文化冊展自7月開始，展出1個月。文博會品牌展覽是自7月開始，在南港展覽館繼續進行。聽講還有去年排隊的情形，所以這回第一遍要入去看展就會先有效。記者綜合報道。